今日我哋去探客旺仔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旺仔，你好似好煩惱喎。係啊，收到成沓單，燈油火蠟，乜嘢都要俾錢。唉，睇下我張台幾多單要找，全部都係費用。呢啲係你嘅費用 expenses， 係咩意思啊？ Expenses 就係為咗經營南貨店，我需要支付嘅成本。例如租金呢個月係5萬蚊，電費就用咗12000蚊。吓，咁多？梗係要啦，要成日開燈開冷氣，仲有人工同廣告費呢。咁你又點樣賺錢呢？講到收入，其實可以分開兩方面嚟講。第一，梗係嚟自我嘅主要業務啦，賣貨賺翻嚟嘅錢，呢個係收入嘅主力來源。第二，就係啲所謂嘅濕星收入，例如銀行俾嘅存款利息，或者將部分貨倉出租俾人嗰啲租金收入。呢兩方面加埋，先至構成咗我整體嘅收入來源。大家喺旺仔南貨度學到啲乜嘢呢？今日我哋會學點樣分 income 收益同 expenses 費用，了解佢哋嘅分別，仲會認識佢哋嘅 accounting entries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會知道喺處理 income 同 expense 嘅時候，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。首先， income 可分為兩類，收益 revenue 同其他收益 other income。Revenue 係公司日常或者主要經營活動賺返嚟嘅收入，例如賣商品嘅收入，好似旺仔南貨店賣冬菇蝦米賺嘅錢，又或者係提供服務嘅收入，例如美容院幫客人做美容服務賺到嘅錢。Other income 就係非公司日常或者主要經營活動賺返嚟嘅收入，例如租金收入，公司出租閒置嘅鋪位或貨倉收到嘅租金，又例如利息收入，公司有多餘嘅錢存喺銀行，銀行俾返嘅利息。費用係指公司為咗賺取收入而產生嘅成本或者開支，呢啲都係旺仔所講嘅燈油火蠟費用，屬於公司喺正常經營活動裏面必須承擔嘅開支，目的係為咗協助公司創造收入。簡單嚟講，費用就係公司喺經營過程中需要支付嘅錢，例如租金、電費、薪金同工資。Income 同 expense 嘅入賬，大家可以用最熟悉嘅錢 account， 即係現金或者銀行存款賬落手。收到錢嘅時候，錢 account 會 debit， 而 income account 就要 credit， 所以 income account 嘅加減會係咁。相反， expense account 係要俾錢，所以錢 account 就會 credit， 而 expense account 就會 debit， 而 expense account 嘅加減會係咁。大家睇下以下交易：20X7年5月30日，公司以支票15000蚊支付租金；下一日5月31日，公司以現金收取佣金收益20蚊。Accounting entries 係點呢？5月30號要 debit rent account、credit bank account， 代表俾錢；而5月31號因為收錢，所以要 debit cash accounts、credit commissions、income account， 所以 expense 同 income account 就會有以下入賬。要留意，即使兩者性質相似，但如果一個係 income， 另一個係 expense， 都必須分開兩個 accounts 嚟記錄，例如 rent 同 rental income。公司租賃貨倉嘅時候，要支付嘅倉租要記入 rent account。若公司將部分貨倉出租俾其他人，所收到嘅租金收入就需要記入另一個 rental income account。此外，千祈唔好將其他收益同費用減少混為一談。睇下呢個例子，收到因多付電費而退款嘅支票，雖然係收取支票，但呢個係屬於減少費用，唔可以當作其他收益。假設之前俾咗電費300蚊，而家收到退款25蚊，入賬理應如下。下次見。
搞掂 BAFS，隨身學，隨心聽。